爸爸，28，你怎么呀？鸡吧。好，你看到我呢？你怎么？累死！真是累死！你好累呀！累死！怎么？能打我？怎么？这不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。我找我，找我。你好累啊！那不个累马屁。母鸡累马屁，你那就是累马屁。耶！你怎么讲？棒的，当个，麻不？累，好累啊！麻不？么子麻不？麻不？哎呦！你咋学？你他妈自己抱到哪个？我抱到哪个？你那么笨，往外子才麻不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。爸不爸一。累死！累。那个，你可以呀！你这个厉害的，你还抬筷子，哎呀，你又抬筷子，你还长人吗？哦哟，你太坏了，你抬筷子。你怎么的？你那怎么的？你那怎么的？母鸡的？母鸡的你听到了？我鸡呀，马克的。听到的，不是你放弃了吗？你放弃了呗？